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7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郑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日当头一波寒流报道，今仔日愈暗愈冷，会一直寒到8日透早。台南以北低温可能敢若剩6度。明仔载就是家己市长选举投票的日子，民进党的李俊毅甲国民党的黄敏惠拢咧拼最后的败票。世界杯进入上尾阶段，因暗克罗埃西亚甲摩洛哥要抢季军，明仔载是阿根廷甲法国拼冠军。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天气，日当头一波寒流报道，今仔日愈暗愈冷，一直到8日透早，会是这波寒流上有感觉的时阵。台南以北温度上低，可能敢若剩6度至8度。气象局嘛针对台东平湖以外，全台20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不过，根据上新的统计，湘北、桃园地区为昨到今已经有43个人生公死，无排除是低温所致。请观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室内、室外温差，请服烧。今年第一波寒流来到台湾，民众会感觉愈暗愈寒。为17暗时到19早起是这波寒流影响上明显的时阵，上低温的部分，台南以北有可能剩6度到8度。气象局早时已经发布低温特报。比较明显的低温呢，主要是出现在今天的晚间以及明天的晚间这2个部分，都分别有一些比较偏低的气温。整个低温的范围比较广的情形呢，是出现在周一的清晨，这主要是由于寒流以及辐射冷却的影响。虽讲17早时因为方面通过，气象局也有针对北部地区发布大雨、大水雨特报，其他地区也大部分拢有雨，但是为18早时开始，雨水就会减少。明天白天开始，整体的降雨是逐渐的趋缓。那主要的降雨呢，就是以整个大台北东半部这些比较迎风面局部的地方，会有一些零星短暂的降雨。气象局补充，中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北台湾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可能落雪。另外，虽然22日气温就会豆豆回升，但是21暗时还有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会来到台湾，到时会有早暗温差较大的状况，但是较无雨水。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气温降低，水气嘛有够，未少游客拢走去山顶，但要看雪。为着要维护游客安全，宜兰的太平山今仔日过道了后，敢若开放部分道路通行，入园的车辆嘛限制伫咧1000台。另外，台东的南环公路嘛出现真侪要看雪民众，当地警方嘛加强维护交通，预防发生事故。寒流来，宜兰太平山顶有落雨4级足，气温继续降，也毋过还未落雪。根据太平山森林游乐区有讲，哪晚会哪冷，17暗11点了后到18透早，才有落雪机会。未少民众上山足雪，也有大学生穿学术服，到山顶等雪，来回比较到下面的形影。这个拍学士照这样子，对，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想说会下雪。想说会下雪，当然是说，如果可以碰到的话，我们就上来赏赏雪；没有的话，我们就直接上来，就是看一看风景这样。太平山一天就拥立2800名游客甲400台车，为了维护游客安全、甲游客品质，中到12点了后，全国道路只开放到旧址的温泉区，搁实施森林游乐区入园。车辆动态总量管制措施，当入园车辆达到1000台时，无搁提供车辆入园，有车离开才会放行。另外，毋是带上游客，暗时8点之前爱离开。大概是不是在11点左右之后到明天凌晨这一段时间，会不会有降下冬季的第一场雪这样的机会？希望游客在8点以前都可以离园，非住宿客的部分。太平山森林游乐区也呼吁，落雪期间开放进前，工作人员会伫天拄光的时阵，先进行道路巡检、结冰、积雪状况，搁同步进行道路破冰作业，会机动调整开放时间。游客想要上山，随时要注意相关公告资讯。脚踏那个台东第23南环公路也将伫上雪入调。为因应台20线冬季下雪时游客激增，为维护交通秩序，特别加强勤务，以防止事故发生。因应上雪人潮增加，为何假期交通结束，警方伫南环公路强化交通勤务，以防止交通事故发生，也呼吁山顶民众雪入慢行，搁查看第三公务单工具，了解道路状况，以确保行车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新竹市长当选人高虹安涉嫌诈领助理费，总以60万交保。不过拿北拢咧质疑高虹安是选后去互人算总效。台北市长郭文哲嘛认为讲，规件代志所说的动作遮大，真奇怪。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表示，司法毋是任何人会当控制的。李夏仁出没几天，台北市长郭文哲行程游玩真晚，讲到自家民众党的新竹市长当选人高虹安涉入诈领助理费的相关案件交保，郭文哲也真关心。用蛋就可以把资料一直送，我们就沿路在看。也许民进党可以想想看他为什么在北台湾会选到全军覆没？一个很大理由就是打过头了，违反比例原则，打到老百姓在想说这是在干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我觉得到现在为止都动作太大了。郭文哲讲，规个代志到目前为止动作伤大，也爱民进党想看卖啊。为安怎地球合约大选北台湾全部去了，新竹市长当选人高虹安涉嫌诈领助理费案，北检下令60万交保候团，对检调大动作所属，人也认为是算后效。再来下昼，也有人发现北检是互不明人士挂民进党旗，继续引起讨论。这几年因诈领助理费被判刑的民代公职人员，各党各派都有，涉及法律的部分，我们都尊重司法，这不是任何人可以控制司法的，我们都希望大家尊重。北检强调，侦办高虹安等人涉嫌诈领助理费案，拢依照既定步调进行，无受任何外力介入，也甲当事人的政党无关系。另外，民众擅自弄伫顶楼佮挂旗啊，干是涉乎法律责任，也会同齐查处，依相关规定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罗西亚16又搁对乌克兰发射至少76粒飞弹，是开战以来上大的火力，这造成上无9座主要的电力设施损害。乌克兰有一半的国土拢失电。乌克兰军方搁透露，罗西亚按算伫咧2月搁展开新的攻势。乌克兰第2大城哈尔科夫16透早拢无电火，因为电力设施拄啊互俄罗斯飞弹攻击受损。都市内底一半区域电力断去，接头提出备用发电机，民众伫黑暗当中等咧被炸断。俄罗斯伫5透早对乌克兰全境发射至少76粒飞弹，是这回开战以来上猛一摆军事行动，目标差不多当标准基础设施至少4个都市传出灾情，除了哈尔科夫，首都基辅市区也是一片的黑暗。伫乌克兰中部的克里夫洛传出俄军的飞弹拍到面体，造成一名64岁荷兰人甲一对少年翁某死亡，另外还有13人受伤。而俄国经济6日版图的南部扎波罗热，乌克兰军队也向俄军发动攻势，是要突破俄罗斯的军事防线。Ми створюємо умови для того, щоб переходити в контрнаступ, систематично знищуємо виявлені цілі і наносимо гниле ураження противнику. 俄军伫乌克兰已经较无军事优势，为10月开始将目标转向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拄啊提民众做盾牌，也趁机会重整军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接受英国经济学人访问的时阵，透露俄军真可能伫2月决定来对乌克兰发动新一波的攻势。总统泽伦斯基也表示，俄国无欠飞弹，这武器有缘对准乌克兰。Але, на жаль, є влучання. Терористам потрібна така масовість ракетних нальотів, щоб хоча б частина їхніх ізділій досягала призначених цілей. 西方面国16宣布要继续资助乌克兰，欧盟明年计划提供180亿欧元，同时会对俄罗斯进行第9轮的制裁方案。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来看南美洲秘鲁的前总统卡斯蒂约被弹劾逮捕，引发支持者示威甲动乱，互全国拢进入紧急状态。卡斯蒂约支持者继续伫咧边境封路，阻碍着货运交通，嘛造成5000外的游客受困。连接秘鲁甲玻利维亚边境的主要道路停满大卡车，支持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约群众连日来甲道路拢占掉咧，人车拢无法度通过。Con este bloqueo, ya, pero nosotros pagamos.
秘鲁的观光产业也受到影响，就连卡斯蒂约现任总统博鲁阿尔特为着平息示威暴力，在时宣布进入为期39天的紧急状态，公路火车、机场甲船运拢受到影响。到库斯科、马丘比丘游客调遐几若天，唔知要安怎，尾也只好行路7点钟，经过这边界。做生意的人也真怨叹，讲真无简单，看到疫情解禁了后的耶诞假期的商机，也毋过即阵就是拄到示威的情形。秘鲁新总统卡斯蒂约上任1年外，因为贪污的丑闻，甲想要解散国会而遭到弹劾。不过，伊农民主地出身的背景，和大批支持卡斯蒂约的偏向群众动员行中国路来示威，要求国会来改选，继任总统落台，马上举行大选。抗议过程就是造成意外，群众攻击警察局，警方强烈来镇压。到16为止，至少有20人死亡。教育甲文化部长也抗议，警方执法超过2个人也宣布来辞职。Las demandas de los millones de peruanos y peruanas que han salido legítimamente a levantar su voz。秘鲁头一位女总统博鲁阿尔特上任就面对难解政治危机。过去6年，秘鲁的政坛是纷争不断，国务委员会甲教会高层16召开临时会来参详这个对策，各部会首长会亲访各地展开对话。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美国参议院佮通过国防授权法案，未来5党要提供台湾100亿美金的军事援助，嘛呼吁美国政府邀请台湾参加2024的环太平洋军演。另外，美国国务院今嘛成立中国协调办公室，专门来处理甲中国有牵连的战略决策。若讲到日本的新安保文件，指出中国是上大的战略挑战，这是引起中国真不满。不过，美国嘛强调会加强美国甲日本的军事同盟。We recognize that the scale, scope, and stakes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quires us to think, collaborate, and act in new ways.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6参加国务院举办的中国协调办公室成立的仪式，确保美国政府会在负责任管控中国竞争。同时，美国国会也呼吁政府邀请台湾参加2024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这固然是这个决议案，同时具有法律约束，可是总统可以这个选择性的执行。所以就是说，这个案子通过以后，将来具体要怎么样，我觉得可能还要看总统他怎么具体的来处理。专家分析，美国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机会无大，惊引起中国强烈反对。不过，美国参议院通过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未来5年提供台湾100亿美金的军事援助。另外，对日本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甲中国定位正做空前上大的战略挑战，也讲到台湾的情势。对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表示，会强化甲现代化日本甲美国的军事同盟。不过，中国就是对此相当不满。日方罔顾事实，背离日方对双边关系的承诺及中日之间的共识，对中国无端抹黑，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一直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表明严正立场。中方强调，台湾的问题属有中国的内政，未允准外部的势力来干涉，只是美日台加强合作来对抗中国。如果对台海局势发生什么款的变化，各界拢在关注。记者综合报道。鸿海集团将雄雄宣布，要将因伫咧中国投资的紫光集团所有的股份卖掉，这是引起外界的质疑，敢是受到国安政治的牵连？有专家就分析，即马美国晶片的禁令直直扩大，投资中国紫光的坏处以及比好处更较大，所以才会做这款决定。新的紫光经过调整之后，它的获利能力是不错，投资的关系建立起一些这个更好的这个合作关系，这也是我们说不定可以获得的好处啦。今年8月，鸿海集团董事长刘永辉才伫发说会头一摆回应中国紫光投资案解释投资动机，也毋过无到半年时间，16鸿海无附件公告处分大陆投资紫光持股，引起外界咧有可能甲国安政治因素有关系。对这个企业的国安的这个标准越定越高的时候，当鸿海要去做这种投资，不但国内有疑虑，可能会触犯到国内的相关规定，当然就会对像紫光这样的公司
时候，将来投资的前景堪虑。鸿海对外公告解释，旗下工业互联完全依专投资方式，取得中国大陆新美基金的99.99%持股。高经过广州成发公司感谢投资中国职工集团，最后由鸿海集团内部投资规划调整，促成中国职工集团的持股。这个举动引起外界质疑，敢是鸿海咧推动去中化？鸿海在做出紫光的购买跟出售这个，事前我并不知道，你们告诉我，我才听说的啊。那我在想，我只能猜测，也许跟刚才讲的这个地缘政治跟产业的布局变迁都有一些关系。直接把它归纳成去中，我想有一点勉强。何小董事长董祖贤表示，美国鸿海去中化有淡薄勉强，加上最近中国有欠努力经营，加薪资成本提悬状况，各企业会考量成本因素有所移动。记者综合报道。明年过年会当休假10日，搁再加上国境解封，真侪民众拢规划要趁这个时机出国佚佗。旅行业者表示，明年过年时的出国旅游团已经卖超过9成，其中上侪人去问的就是日本甲韩国的行程。毋过嘛，因为燃料当咧贵，也佮有拄啊好是当地饭店的大月，所以这计数是贵卖3-4成。详细听专员的解说介绍，要来了解上新的促销介绍。东贵旅店第一天1万起，不少人要来抢好康。很久没出国，想去日本玩。之前我们有去北海道，最便宜5天有到2万5了。现在他如果再减个5000，差也是一点点。因为每年春节假期50天，加上国境解封，不少人开始规划要出国旅游。旅行业者表示，每年1月春节期间的出国团数差不多卖9成左右，日韩的新闻都依然是上悬。现在目前在旅展现场来讲，第2人减1万的优惠，成交率大概上涨了4成左右。在旅游市场慢慢回稳的同时，为品保协会公布明年春季团费介绍，也发现比疫情之前贵3-4成，其中日本团起价50%上多。燃料费啦，然后税金啊等等也都是往上增加的。饭店的部分的费用，如果是卡到当地的旺季的话，价钱也是偏高的。为落实使用者付费的原则，桃园机场公司研究针对转机旅客每人加收500块的转机设施使用费。只有转机出境一摆收费，入境是免收。只是在疫情解封之下，各行各业慢慢的复苏，观光业也是面临欠人，包含饭店、游览车甲旅行业拢找无人，不少业者拢渴望延饮食期间。要引进移工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如果过去的我们的内需服务业很容易受到这种很大的一个季节性的波动，等到你就是没有需要那么多人力的时候，这些移工怎么办？他不像本国劳工，这移工他来就是打算来那边工作3年的。不过，学者提醒，引进移工员工是排替少年人甲妇女制度就业的机会，恐惊无法度改善计薪的困境。政府应该建议配套介入辅导协助，亲像退房甲大周期的时间，延期计2站风，会慢慢改善人力需求落差伤过大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三读通过，为明年7月初1开始，新的公教人员退休金会为即马100%由政府给付，改做由政府甲公教人员共同出薪水15%金额来做退休金。这其中金额的6成5是由政府出的，另外3成5是爱为公教人员家己的薪水来拨。希望透过制度的改革，解决公教退休基金的破产危机。公教人员保险法增订第6条之1条文，并将第8条、第16条、第21条、第27条及第51条条文修正通过。立法院三读通过，公务人员个人账户制退休自欠付事法，确定对现行的确定给付制改做确定提拨制，预计2023年7月来实施。这样子对我来说的话，动力会减少了，因为它毕竟它制度跟之前的有差异。花很多时间读书，就是想要说有多一点福利，收入比较稳定一点。
体育薪资比照裸体薪资，建立个人退休金的专户，不过再参加退休基金，家己退休金家己欠，适用的对象是明年7月1日后初任的公务人员，在任职期间强制提拨费率是15%，其中由政府负担65%，公务人员负担35%，公务员也是自愿增加退休金额到个人的专户，每个月上最是5.25%。也不过薪资实施了后，虽然无破产的危机，也不过退休金恐惊会减少。那确定提拨它的一个优点就是不会有后续的一个财务负担，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对个人的保障它是不确定的。希望说在有更多的一个保障，真有的一个提拨或者是一些年金的保险的部分，可能要特别注意。通过了以后，很多相对应的执法，包含就是如何提升新进公务员的其他员工福利计划，如何强化它的财务安全性，这都是相关的执法要去建构以及执行的。教育部表示，公务员退休的薪资实施了后，会委托公务员退休附属基金管理机关设计投资的组合，另外用自主投资平台再配合的做法来弥补，让个人的专户增加利息，加最高职员退休给付的基础。记者综合报道。爱看骹球的观众朋友注意咯，卡达世界杯进入上尾阶段，因暗时克罗埃西亚甲摩洛哥抢季军，明仔载就由阿根廷对阵法国拼冠军。不过阿根廷的球星梅西无参加15个练习，外界拢咧要讲敢是受伤。另外一边法国嘛有3个主要球员感冒隔离，这场冠军战到底是胜输胜赢，也个真歹讲。第一场来回走标进行基本训练，法国队为要寻求世足2连霸做最后调整到达已经踢入5球的名册前锋姆巴佩也在内，也毋过主力球员瓦纳内、科纳特甲科曼煞无看到。Oui, ceux qui sont malades, ils restent dans leur chambre. Les docteurs s'occupent bien d'eux. 3名球员因为感冒症状被标无出席训练。4强战的时阵，已经有2名球员因为类发烧风隔离。总教练德尚顶日表示，球场24点钟空调拢开咧，温度搁低，可能是落手。那对右手连续破病，前锋莫阿尼伫记者会强调，并无严重。On n'a pas peur du virus. Et non, on n'est pas préoccupé par ça. Et j'espère que tout le monde va aller bien. J'espère que tout le monde va être prêt pour la finale. 提前晋级冠军战的阿根廷15团练，搁较是无看到外界关注超级球星梅西的身影。几下经外国媒体报道，梅西敢是对克国的比赛受伤。到目前为止，本人甲球队拢无正式证实。也毋过梅西的情况牵动冠军战比赛甲球迷的心。阿根廷继32年搁挑战大力神杯，法国要挑战60年毋捌出现过连霸，加上梅西对姆巴佩跨世代双强对决，世足冠军战全球球迷拢真期待。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为8度到11度。中部地区8度到16度，南部地区9度到19度，东部地区8度到15度，外岛地区6度到14度。还佫有未来3天的气象。高雄的盐埕埔为日本时代到1980年代，也是工商繁华的所在。不过，即马城区老化，嘛，互人口流失去。稍等的7点半，青春咱的梦，带大家做伙来看一阵少年家伫遮定根发展，嘛吸引愈侪少年辈来创业。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
见。